上一集介紹咗曼谷7間酒店，而今集將會由北到南介紹芭提雅9間酒店，當中有雙人、3人、4人房，總會揾到一間適合你嘅酒店。第一間介紹嘅係普倫廣場酒店，揀呢間酒店最大嘅原因呢，就係因為當時好平，雙人房每晚只係191蚊，今次係以試付心態去住，就算差都好啦，價錢已經賺咗。地點位於一街，附近有眾多平價按摩店，離 T21只係500米，步行8分鐘就可以到達，3分鐘就可以到達最近嘅七仔。酒店設有停車場，進入酒店停車場嘅斜坡啦，都幾斜嘅。我揸 Corolla Altis 頭唇係會刮底。酒店裝潢唔會因為平價而特別差，大堂有售賣汽水同埋零食，旁邊亦有自助式投幣洗衣機，小包裝嘅洗衣粉咧可以揾職員購買。走廊唔會太昏暗，房間亮度一般，冇異味。床褥偏硬，枕頭偏高，唔係太好瞓。插頭唔近床頭，位於右邊床櫃下面。床邊有一張梳化，冷氣夠涼，有電視、熱水壺、微波爐、杯、咖啡粉、雪櫃。衣櫃入邊有夾萬。廁所有少量嘅異味，尚算企理。有提供沖涼同埋洗頭液，1200瓦嘅風筒，有提供沖涼嘅毛巾，有一個小陽台可以晾衫。接住落嚟介紹所有酒店嘅價錢呢係有所變化嘅。雙人房328蚊，4人房657蚊。下一間介紹嘅係薩拜薩巴納酒店，揀呢間酒店係因為要揀3人房，當時每晚362蚊，地點位於一街，喺上一間嘅斜對面，泊車非常之方便，可以打斜咁泊喺門口，裏面有更大嘅停車場，酒店大堂有大量休憩嘅空間，亦有2個泳池，整體風格比較老派少少，床褥彈簧偏硬，唔係太好瞓，最唔方便嘅咧係床頭冇插頭，插頭喺電視機嘅旁邊，房間有齊基本設備，電視、雪櫃、熱水壺、夾萬、衣架等等，廁所有提供毛巾、洗頭水、沐浴，花灑出水有時會有忽冷忽熱嘅情況，水壓偏細，鎖匙同埋取電牌扣埋一齊，外出嗰陣時唔方便攜帶。酒店勝在環境比較大，可以同朋友坐低吹下水、食下宵夜。標準雙人房340蚊，雙床房368蚊。豪華雙床及雙人池景房454蚊，標準3人房468蚊，豪華雙人房502蚊，豪華角落房517蚊，豪華3人房583蚊，最後家庭房係793蚊。下一間介紹嘅係芭提雅 X 酒店，位於芭提雅4街中央，酒店停車場大約有10零個位可以停泊，整體嘅風格同埋設備咧同內地嘅酒店不相伯仲，走廊光線充足，每間房提供2張房卡，廁所冇光濕分離，亦都冇最重要嘅抽氣扇，沖涼嗰陣時容易濺到馬桶同埋紙巾濕晒，鏡前有化妝燈，洗手盆頭頂有盞燈損壞，但冇影響正常使用啦，所以就冇理佢啦。有提供毛巾，花灑有2種出水嘅方法，熱水夠穩定，沖廁只需要按一下即可。呢一個設計都幾方便，沖廁嘅方式可以減低水濺出嚟。提供嘅風筒係仿戴森設計，吹出嚟啲風咧都幾有力嘅。見過東門有賣，有提供3腳插頭，台上放有一堆梳洗嘅用品，水壓正常。廁所出邊有掛衫嘅地方。由於酒店係2025年開幕，房間整體都幾新淨，提供嘅床單被鋪都唔見有明顯嘅污漬，床褥附有支撐性。同行嘅朋友都話幾好瞓，每張床有提供2個枕頭。枕頭係偏軟身設計，床頭櫃除咗有無線充電之外，旁邊亦有提供2個 USB-A 頭，床頭提供2個3腳插頭，呢個燈仔咧係控制床頭燈嘅。大廳總共有6個3腳插頭，有一張大台方便食嘢，有電視、雪櫃、樽裝水、咖啡粉、熱水壺、水杯、夾萬，露台係冇風景睇嘅。標準雙床或大床房每晚381蚊。豪華大床房每晚435蚊，套房每晚680蚊。
下一間介紹係芭提雅佩斯特維斯特酒店。當時我哋第一次去芭提雅冇揀酒店經驗，我哋純粹睇圖片見酒店幾靚呢，就選擇租呢一間4人房啦。而家睇翻呢間4人房嘅價錢呢，芭提雅計呢比較偏貴少少嘅，每晚係712蚊。網上照片呢同現場大致相同。飯堂同裝潢咧都幾靚嘅，今次咧係有包早餐，可以順便俾大家睇下，有豬肉麵、熟蛋、太陽蛋，有闊條麵、炒飯、肉燥、蔬菜、薯仔等等，仲有沙律菜式選擇。天台有提供沙灘椅，亦有無天際泳池，夜晚都幾靚嘅。天台亦有酒吧，俾大家睇一下天台嘅風景。健身室亦都設於天台，仲有提供桑拿房。停車場光猛夠闊，容易泊位。酒店隔籬有一間 club， 2分鐘路程即可以到達芭提雅最大夜店荷里活。如果你中意夜生活呢，呢一間酒店係你首選之一。高級雙人房每晚405蚊，豪華雙人房每晚437蚊，豪華套房每晚大約800至900蚊，4人家庭套房每晚1354蚊。下一間介紹嘅係芭提雅切佐酒店，當時每晚347蚊，超快，我竟然3分鐘就已經攞到張卡。不過今次又得1張卡。門口位置可以坐住換鞋，有微波爐、雪櫃，有提供樽裝水、水杯、熱水壺、咖啡粉，另外有啲免費嘅零食同埋杯麵。客廳有梳化、台、電視機、冷氣機，房間內亦有電視機同埋冷氣機。衣櫃內有夾萬同埋浴袍，廁所空間大，光線充足，冇異味，有提供基本嘅梳洗用品。花灑有2種出水嘅選擇，提供嘅風筒係1600瓦。酒店天台有室外泳池，泳池較為標準直身嘅設計，啱晒中意游水嘅人。夜晚可以嚟呢度吹下風，睇下夜景，放鬆一下。lift 入邊有菜單睇，我就冇食過呢度嘅早餐。喺網上揾到幾張早餐嘅圖片俾大家參考下。酒店提供大約有10零個免費車位，由於2車之間剩低嘅位置唔多，如果你係泊大型嘅 SUV 呢，就比較辛苦。呢一架哈弗係我哋租嘅車，豪華特大床及雙人床房每晚351蚊，一臥室專櫃套房每晚584蚊，一臥室套房即係片中嘅房每晚607蚊，最後4人家庭套房每晚1518蚊。下一間介紹嘅係深藍 Z10 酒店，地點位於芭提雅10街。當時海景豪華房係每晚443蚊，停車場有戶外同埋室內，但係室內嘅停車場呢冇燈，非常之黑，走廊足夠嘅光線，裝潢市正，廁所有足夠嘅空間，坐廁同埋沖涼嘅地方呢係分離，整體嘅感覺都幾舒服，有提供沖涼液同埋洗頭液。設有衣櫃，下面可以擺放行李，有提供熱水壺同埋樽裝水，有長長嘅台可以放嘢。房間前有露台，望住呢一個海景呢，心情都非常之放鬆啊！如果遇上夜晚放煙花呢，一定非常之正啊！標準房每晚422蚊，高級雙人房每晚531蚊，海景豪華房即係片中嘅房呢，每晚736蚊。下一間介紹嘅酒店係阿夸酒店，地點位於芭提雅10街。當時豪華房係每晚388蚊。我哋今次租嘅酒店走廊就係咁樣，有夾萬啦，仲有拖鞋，有個浴袍，有幾個衣架。咁我呢度提供嘅嘢係免費嘅，水啊，一啲粉啊，另外雪櫃入邊嘅嘢咧就係喺啱啱收咗1000泰銖按金嗰度扣翻嘅，幾好啊！有個類似梳妝台，
有啲驚。到個廁所啦，可以睇高。水壓 OK，喂，有浴缸喎呢度，整體嘅質感係唔錯嘅。有部電視仔啦，喺出邊先。另外呢度就有個小露台啊，哇幾好喎呢個露台。酒店設有戶外泳池，夜晚都幾靚嘅。另外仲有健身室、桑拿房、高級雙床及雙人房每晚426蚊，豪華房每晚615蚊，高級三人房每晚628蚊，尊貴豪華房每晚735蚊，精緻套房每晚1290蚊，豪華套房每晚812蚊。呢幾張係高級雙人房嘅相。下一間介紹嘅係芭提雅 Glow， 我哋4個人入住尊貴豪華客房，扣除回贈每晚係361蚊。自助早餐嘅款式以外國人口味為主，味道一般。呢一間酒店幾乎都係印度人入住，整個飯堂嘅空氣充滿陣陣嘅香水味。我自己就唔太中意呢一陣味。酒店設有健身室，我哋嗰陣諗住享用下泳池，去望一望先，點知全部都係印度人着住衫咁浸喺水入邊，即刻打消念頭走人。佢哋成群結隊咁進出眼神唔係太友善。如果介意嘅話建議避免選擇呢一間酒店。如果4人入住嘅話間房掛衫位置唔夠，沖涼水壓唔大，有時會有熱水唔穩定嘅情況。我哋今次有租電單車，酒店停車場設有免費私家車同埋電單車位。高級雙床及雙人房每晚250蚊，高級特大雙人及雙床房每晚257蚊，高級三人房每晚270蚊，豪華尊貴4人房每晚422蚊。下一間介紹嘅係格拉斯服務式套房酒店，我哋今次租過2種房型，豪華特大床房每晚221蚊，兩室上下鋪4人房每晚351蚊。片中係豪華特大床房，有提供咖啡粉、熱水壺、微波爐、雪櫃，房間整潔度良好，但有少量新裝修嘅味道。設有2部分體式冷氣機，十分夠涼。4人房間局係1廳2房設計，房間有房門提高私隱度，上下格床分別有自己獨立嘅充電插頭同埋燈光，亦有提供4對拖鞋。大門旁邊設有掛鈎，浴室有提供4人份量嘅毛巾，亦有個人梳洗嘅用品。大廳有一張梳化同埋圓台。酒店設有泳池、健身室，亦有一部即沖飲品售賣機。酒店停車場唔係喺正門閘口進入，經由旁邊嘅街道進入。停車場有大量嘅位置供停泊。豪華特大床房及豪華房每晚280蚊，2房1廳4人房每晚381蚊。呢個房型性價比係最高嘅。今集講到呢度先啦，呢一條片花咗好多心機同埋時間去製作，希望呢一條片可以幫到大家揀到啱心水嘅酒店。